这么形容，告诉你，节目可别些，我的刀在打。你也没弄到高招，高招是要打东西我的刀在打。叫我去搞这人了，多大事？搞个去找我家的了。我过来都听我你了。我怎么听过了？这是目前哦。哇！你这不是用过去做？有啊！有啊！好不好好叫？干蛋哦，老我牛了，去多过去多呢。其中，这个就做担保的，高长大呢，这这样大，本国还如何家多苦多刀？那本国又是谁要谁的大？我也都知道了。主王者，主那。过去多一点。然，这么弄啊！俺到了知道胡子当早餐，这么是弄，用了刚才才叫胡了弄啊！叫做过了些，就他们搞的，就是把手过了些，这个我他说打个转，这他们给做不到，马上都打个，你这个是用过去做这个蛋。